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五月之歌》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款的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台湾旅行团去到韩国济州岛，坐游览车行载起含一台拖拉机烧浪，这车顶有34个人，这个人受伤，目前弄出院啊。报班补课伤过济，引起民众反弹。行政院陈时中就宣布，以后只有过年前一天甲清明儿童节会调整年假以外，其他假期拢袂。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尼诺讲，伊责任重大，防止中国侵犯台湾。若准拍起来，也袂互中国称心如意，速战速决。讲到咱台湾的旅行社去到韩国的济州岛，行载去坐游览车的时阵，含一台冲过红灯的拖拉机发生烧浪。这游览车是出出去弄到青红灯，卡伫咧人行道顶悬。这旅行社表示讲，车顶有34个人，其中7个人受伤，目前拢出院，转到饭店啊。为监视器的画面，会当看到一只游览车，去互一只弄红灯蓝色的卡车为巴肚边安尼弄落。游览车失去控制，甲倒边的车红灯弄互倒了后，才阁冲去入人行道。卡车的车母嘛安尼猫落，这是韩国济州市廖天一善义里的十字路口。这个发生事故的游览车顶悬载的是国内李天下旅行社办理的韩国团体旅游。驻釜山办事处本日下午接获济州东部警察厅告知，受伤国人目前分送6间医院进行治疗，外管同仁已经与领队取得联系，目前暂时无需外管协助。业者表示，集团是5月20日出发，要去济州岛4港行程，包括领队在内，拢总34个人。25早起伫济州岛东部，去互违规的车辆压着，已经伫第一时间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受伤的旅客嘛有送去病院治疗。即个因为车祸受伤的旅客拢总有7个人，现此时拢已经出院，倒去饭店，平安无代志。这家旅行社也都有依规定，投保旅行业责任保险，意外死亡险新台币500万元，意外伤害医疗险20万元。根据韩国警方初步的了解，确认无人重伤，迄若伤病的司机拢无食酒塞车。观光局讲，这个案件的旅行社有投保旅行业的责任保险，已经有请旅行社都要好好处理甲照顾旅客，嘛持续关注受伤旅客恢复情形。记者综合报道。两岸情势紧张，这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诺进前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讨论会，有讲到伊方交代2项任务，一个是防止中国侵犯台湾，第二是做好战争准备，而且爱摕到胜利。阿基里诺也向中国发声，若准是要拍台湾，无可能互恁速战速决。两岸紧张的局势，美国印太司令阿基里诺进前参加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讨论会时阵，讲到国家予伊2个重任，防止中国侵台。若失败，就要做好交战的准备，而且爱赢。伊态度嘛正硬讲，中国若犯台，无可能速战速决。And I hope that President Xi takes away. First,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short war. And if the decision were made to take it on, that it would be drastically devastating to his people in the form of blood and treasure. 阿基里诺演讲台下就坐一个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校长温忠良，伊嘛用问题来重申中国的立场，讲是中美应该合作共赢。We are ready to pursue security through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in the spirit of working together. We're ready to have those conversations, and I think those are the areas of competition that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sustain and maintain. 但是西方的情报机构和 Microsoft 识别讲，中国的网络歹徒当在找美国关岛电信系统的资料。关岛是美国的空军基地，学者讲，中国可能暂时想要把通讯系统切断，为何美军效仿台湾做窃密或者是窃听的一个动作，甚至是中途的拦截跟变造，去把你做传讯的一个改造。美国众议院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是第一摆通过台湾报告，提出较紧交付军售、扩大美台联合军事训练、成立美台联合计划小组，到强化台湾的网络安全等10点建议。记者综合报道。
咱台湾甲美国买66台 F-16的这个战机，传出可能讲会较慢交机。国防部长邱国正今仔日表示，目前这战机的操控软体有问题，也搁伫咧做调整。不过部长也强调，2026年会当全部交机。另外，这国造的畅水艦安排在9月要举办落水典礼，外界也伫咧质疑讲，敢是要赶伫咧总统蔡英文落任进前举行咧？不过邱国正是当场驳回。国军强化空防战略，向美国购买66台 F-16V 战机，抓拄到飞行软体的研发进度延误，恐惊延误交机，都要听候明年第3季才当出厂。对这代志，国防部长邱国正25回应，已经编组专案小组来了解状况。美国当地修正改进，国讲2026年全部交机无问题。目前已经有原型机2架出来啊，但是呢，因为那80他们采购了嘛。但这2架原型机，它还不断的在那边是研在改进。那我们当初所预定就115年可以全部到位，这个是没有变的。江南国造要拼9月完卡完成落水典礼，邱国正表示乐见，强调安全上重要。不过落水时间选伫蔡总统卸任前，也让人质疑是为政治落水引起讨论。我要赶快赶在他之前，我要完成。好像变成好某个人的一个好这个他的这个攻击啊这一方面的，国防部不会这样做这个考量。国军也伫强军环台可能登陆的14位红色海沙堡持续验证，在迄伫宜兰头城海沙堡展开2车攻防演练，派出 AAV-7 2车突击车来担任敌军进行抢登陆。邱国正表示，中共军舰捌伫西太平洋出现，台海若发生战事，并无前后的分别。不过有内委是关心，国军敢会发展水下监听系统来掌握中共潜水舰的动态呢？除了用这个情资共享啊，大家来这个分台以外，另外我们当然有必要去做一个研发。在研发的过程啊，我想说，他海军已经在规划。针对中共无排除以前必服，邱国正坦白讲，敢紧张无路用。逐天持续建军备战，今年汉光演习是毋是纳入通机场？邱国正讲有考虑，北中南作战区各区的任务拢会纳入实兵的演练。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最近这2年，包括政府机关、大众运输等单位，拢有受到炸弹恐吓批，已经有258件。检警已经锁定一个姓张的中国查甫人涉案。警政署也强调，有透过两岸共同打击犯罪机制伫咧联络。中国公安也伫这个月初5有找这个嫌犯到案说明。不过，这国立台湾图书馆昨日半暝啊，搁再收到这第3届的炸弹恐吓。辖区的员警搁再出动加强巡逻守望，因为国立台湾图书馆8天内3遍收到恐吓批，这封邮件23寄出来，无写名，敢若讲安装8粒遥控炸弹，会伫今仔日下晡2点引爆。不过警方是研判，可能伫创敌人的。即马诈骗恐吓少年线发生，检警调也建立联络的方式，共享资讯要查源头。在检察官的指挥之下，也统合了刑事警察局跟调查局他们共同在侦办调查之中。为自年9月到即马，亲像大众运输、政府机关、风景区，甚至连校园，有48个单位拢有受过恐吓批，发生258件这么多。不过，执法机关明明锁定中国籍姓张的查甫人就是嫌疑人，最近2年拢无动作，就互立委伫质疑两方共同打击机制失灵，想要抓人才无法度。那大陆方面呢，也都有在帮助我们，他们在5月5号把这个人找来。事实上，我们都有互动，都有联系。原本各机关拢讲嫌疑人就是伊，即马煞改讲类似的炸弹恐吓，有可能嫌犯另外有别人，甚至引起模仿效应。有立委也点出，是安怎国内恐吓炸弹会一直出现？这个美、英、澳、加拿大等国的规范，要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认证等2种以上的工具验证，来达到内审理的机制。我们台湾建制这些吗？就是没有嘛。要经费，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做嘛，对不对？法务部部长这边有掌握吗？有这样吗？没有。即马看英国、美国这国家拢有建立类似实名的制度，必须用电话这工具进行账户认证，避免无用真名伫网络做一寡不法的代志。各国拢想办法伫因应，台湾想要阻止，脚步嘛都要变较紧的。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因为要放这年假有6天爱补班补课，引起民众反弹。行政院人事总处就要调整方案，以后呢，这过年前1天，还有清明、自动节长假期会甲调整做年假以外，其他的假期拢袂啊。那安尼先做，明年有4个年假，只有1届爱补班补课。民众休年假是真欢喜，不过若补班就面有面价。今年补班日有甲6天，引起部分民众的反弹。行政院决定有春秋来调整休困的范围，为目前应该放假的纪念日甲节日，调整做围炉前1天，儿童节甲清明。补上班的关节，由目前提早伫前1礼拜6，调整做迄礼拜或者是下1礼拜6，来落实1礼拜休2天。经过重整相关部会的意见，认为国人最重视的民俗节日农历除夕及春节，民族扫墓节则具有慎终追远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意涵。以2024年做例，敢若有2月初8，围炉前1天是大型休假。今年度敢若2月17拜6爱补班，亲像开国纪念日，2月23年12月30到2024年1月初1，拢总有3天的年假。儿童节、清明拄着拜4拜5，唔免调整。4月初4到4月初7，拢总4天的年假。五一节6月初8到6月初10，嘛有3天的年假。年度总休困的时间是115天，3天以上的连续假期拢总有4个。应该还可以了，对啊，就是先苦后甘或先甘后苦问题。但是希望假很多，然后也不要补班啊。个人而言的话，我可能会选择补班吧，起码我上了班还能连在一起放假。补班日为2023年6天，2024年变做敢若剩1天。不过这嘛代表明年的中秋、双十节，虽然是伫咧拜2拜4，不过拢无休年假。根据统计，未来5年除了2026年无调整休假甲补上班的情形以外，其他的年度拢是调整1届，拢是伫咧围炉的前1天。记者综合报道。国内老品牌汽水苹果西打爆出食安问题，汤市卫生局顶个月去稽查，有抽验2种苹果西打产品，却验出着这霾菌甲假宝，所以要求业者爱甲这商品落价回收。想袂到前1阵去查，发现讲这工厂的天磅、生菇等等的问题，将有可能污染着食品，下令生产线爱停工，而且限因爱限期改善。老牌饮料苹果西达又搁突出，伫2018年发生食安问题。大西洋饮料公司紧急回收200多万罐苹果西达，无想到5年后，苹果西达搁再互民众投诉，饮料内底有白色不明的车底面。汤市卫生局进前去工厂稽查，发现有一寡卫生安全记录，下令要求这个生产线全面停工，搁限期改善。现场封存1250毫升加2000毫升苹果西达，累计封存17.7万多罐。再次查厂，见2号及3号产线有裸漏，天花板有霉斑，管线斑驳，担心有污染食品之余，卫生局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1条，命令其暂停作业至改善完竣。另外，卫生局嘛证实4月份捌去工厂抽验1250毫升加2000毫升，拢总6件产品，结果验出霾菌加假mol菌，所以根据通知销出去1万间餐饮业者，甲这2款有疑虑产品落来，拢总回收4118罐。大西洋饮料公司嘛接受退货，业者违规部分会依照食安法罚6万以上2亿以下罚款。若是罐装336毫升，一加塑胶干仔装600毫升产品，新北市卫生局原来有验出白色的车底面，就担心说会诱发食物中毒，会有急性肠胃炎。一般我们急性肠胃炎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肚子痛、腹泻。这些都会。消数指出，苹果西达外销品项并无收到有彻底的反应，也是退货回报。业者爱找出生产制造流程到底是倒一个所在出代志，佮提出改善的方法，互通市卫生局才当复工。若是这个问题产品拢总回收偌济，大西洋饮料公司也佮你统计。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脱离这过路人地价的歹名声，行政院会行通过过路人优先交通安全行动纲领，对这个工程、教育、监理执法等4大面向，今年要投入400亿以上来改善道路安全。工程方面呢是改善路口过路人的安全设施，也会推出限速30公里的过路人加这高龄优先示范区。另外，违规记录严重者，拍算去恢复定期换照。也若阵这驾驶无要让过路人唔来甲伊记点，也爱去参加讲习。
2022年年底，台中市发生一家火啊，3个人行伫火条线，刷去一只要倒来的公车弄着，造成2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的悲剧。迄当阵老母甲1岁翁囡仔，当场就无喘气嘛无心跳，敢若伊拉捡一个翁婿有活落来。第一个台南的查某囡仔甲因老母要过车路的时阵，嘛去互轿车弄着，不幸死亡。台湾交通的情形，嘛去互外国媒体形容是行人地价。走在斑马线上，有些车子也是不礼让的，或者他会靠得很近啊，突然就来一个紧急刹车，推小朋友的推车啊，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推。还有一些盲人的那个路道，常常走到一半就断掉。人行道，我觉得这个要加强，但是现在因为机车也多，车子也多，所以你真的说要给行人一个多方便，我觉得还是有点困难呐。为了重视行人的安全，行政院议会通过行人优先交通安全行动纲领，为工程、教育、监理、执法4大面向，去年投入400亿来改善道路安全。也在工程的方面，改善路口行人安全设施。嘛推出限速30公里行人甲高龄优先示范区。另外，若是有违规记录严重的人，按说要恢复定期换照。假使若是无让过路人先过，嘛要记点，而且参加讲习，嘛要为校园落实交通安全教育。在工程面向我们提出了9项行动方案，我们会从点线面来推动相关的一个工程改善方案。当然，我们也会针对设计法规的一个检讨跟人行环境的一个考评。另一个台南3岁查某囡仔，因为去互车弄着不幸死亡，因老爸相信这款的政策有一定的效果，来保障行人的安全。开车的人或者骑车的人，那多礼让一点这样子，因为我相信多等个10几秒，可能换来一条生命，绝对是值得的。这些钱投下去，它一定会有成效，只是这个成效大或小，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那受害者的家属。伊拉克一个先生表示，台湾政府更加需要做的是强力而且持续执行行人正义大执法。另外，业者应该爱负天发性的赔偿，安尼才会当尽到监督的义务，督导职业驾驶，让行人的安全更加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屏东雾台飞龙水墙，伫20暗头发生撩起意外，今仔日搁再找到2个游客遗体，透过直升机协助，甲因送落山，交由检警来收检。目前是4个人死亡，1个人失踪。这屏东消防局呢，25出动警消10个人，移消3个人，搜救这失踪的旅客。今早起呢，这搜救人员透过空拍机伫咧水墙下骹找到伊遗体，中道确认了后是1男1女，目前还佫1个是找无到，警消人员是继续伫咧找找。伫咧去年9月底呢，家己发生家事爆炸意外，造成一个87岁阿嬷救无回来。检警调查发现，讲是咧爆炸前3天，有一位姓吴的水电师傅去到阿嬷家，甲伊换这个热水炉，却无甲这个家属讲斗好势，致使这家事流出来，害阿嬷煮饭的时阵发生爆炸。这个水电师傅也互依照过失致死等罪嫌判刑5年5个月，不过会当加罪2年。伫家事爆炸现场，玻璃是碎甲龟头壳，消防人员提醒民众莫互挂着啊！爆炸时阵伫厝内煮饭，80几岁姓陈的老太太，规身躯有38拍面积烧伤，送医不治。阮食因妈咧大啊，因妈就迄阵即间气爆啊，就安尼。我咧等下，就安尼无人咧大。毋知当时要来大，毋知影，有讲要来大，毋知当时。厝边讲，即个阿婆因囝是住伫外县市，大多数时间伊拢一个人住。检警调查爆炸的原因，发现是伫事发前3天，去因兜装热水器，即个姓吴的做水电的，做的时阵无甲接热水器即个家属软管确实放好，互气体走出来。家属伫咧伊煮饭的时阵，浓度正悬，佮拄着火光就爆炸。本应直接将该瓦斯软管拆除，或确实密封瓦斯软管末端，以避免发生瓦斯泄漏。敬请以俗称电火布之绝缘胶带缠绕该瓦斯软管末端，及径自离去。插管的位置一定要插到红色线的电位，
再来就是说，一定要一个管夹套上去，锁住这样子。这水电工落尾是互照过实地死罪等等判有期徒刑5个月，假罪2年。专家嘛提醒要找人来装加速度，也是热水器，爱选有合格证照的专业人员，使用的设备嘛应该有安全标章。讲线装了会检查接碰的所在，确定无气体走出去，再甲讲线锁完，相当封好，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用那个泡沫水。头拄则我讲唔对，这个水电师傅是互判刑5个月。咱来看这个台中呢，有一个失联的印尼移工，竟然伫咧台中共做赤卡线啊，替共乡的人看喙齿，而且伊使用这医疗器材也唔知影倒位来的，甚至有一寡工具拢已经生线路，这无卫生，也佫有感染风险。移民署也已经甲这个移工移送法办，上重可能要关5年。台中的专勤队人员来到徛家内底，发现有一位患者正在接受喙齿的治疗。不过，甲看诊的竟然是一位失联的印尼籍移工，伊毋但无医生牌，而且使用的器材嘛来路不明。这什么东西？你先抱一下，这个一样吗？专勤队表示，这位失联的移工是伫咧面册等等的社群平台，打出治疗喙齿前后的比较来宣传，而且上准印尼共乡的伫台湾就医无方便的问题，以正价的介绍伫台中东协广场附近的徛家，提供拜6礼拜看诊，平均1个月会当赚3万块。卡贤透过脸书等平台宣传牙齿诊疗前后的对比照片，吸引许多同乡前来就诊。冒牌牙医也坦诚自己做的牙齿强度不如一般的假牙，完全是重看不重用，不顾治疗对象的就医安全。这个失联的移工为国外引进来路不明的医疗器材，包含补喙齿、粘喙齿的药剂、磨喙齿的机器、甲美白灯，甚至佫用生鲜的片子来做工具。就齿科的学者提醒讲，安尼毋但会害患者有感染的风险，部分材质可能佫会有毒性。补牙的材料本身都是一种光聚合的材料，就是它原本是软的，你照了一个特殊波长的光，它就会变硬。那像那种材料，假设没有完全变硬的时候，其实是会有毒性的哦，对牙齿是会有伤害的，只要很刺激，然后会有或者是说用来物不明东西会有造成感染的风险。专案依照违反医师法、医疗器材管理法来移送法办，台中地检署最近已经甲提起公诉。这位失联的移工，恐惊就要面对着6个月以上5档以下有期徒刑，也佫会当罚30万至150万块。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国泰航空的空服员踢笑中国旅客袂晓讲英语的风波继续伫咧滚价，甲这3名空服员是透露了后，国泰航空执行长拜三亲身出面回释咧，强调这款违规行为绝对袂吞忍。那香港特首也表态，讲无允准类似事件搁再发生。At Cathay Pacific, the world is at our fingertips. 在国际上风评一直袂歹的国泰航空，最近爆出机是升客事件，原因是顶一个礼拜有一只为成都飞去香港的飞轮机，哪像有中国旅客甲空服人员提毯啊，不过伊甲毯啊英语 blanket 讲作是地毯 carpet。事后有3个空服人员伫休息区一直提这件代志共踢笑，有乘客实在听袂落，就把这个内容拢录起来。代志爆出来了后，引起中国网友的批评。国泰航空24点钟内3届发生命回失礼，后来佫直接甲迄3个空服人员示透露。不过证人也是真生气，悄悄上网络讲伊用过坐国泰航空，类似这种无欢喜的经验，都连香港特首嘛出来批评，话是讲了真重。有机组人员对内地乘客做出不尊重的言行，我感到非常痛心。这些不敬的言行伤害了香港和内地同胞的感情，破坏了香港一贯的尊重、有礼、共荣的文化和价值观。国泰航空第4届回失礼的时阵，由执行长亲身出面，而且讲华语来表达诚意。对于个别员工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以及道德准则的行为，国泰航空将秉持零容忍的态度，
类似的情况绝不允许再次发生。这届风波在媒体甲网络顶是传了真紧，甚至为语言的歧视讨论到中国甲香港的对立。虽然国泰航空再三答应讲会检讨，不过企业的形象无论安怎，拢已经受到真大冲击。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玻利维亚天主教会伫5月7号媒体压出，有一个已经过身的神父，伫伊家己的日记内面，甲性侵害84个囡仔的摆台写甲清清楚楚，而且这教会高层有伫咧暗砍，引起社会愤怒。总统要求教宗要查清楚，即马已经有受害者跳出来指控，教会也出面回实咧，承认有暗害行为。玻利维亚媒体23日头版报道，梵蒂冈官员已经到当地协助调查教会神父性侵未成年的事件。5月7西班牙媒体公布，已故西班牙籍耶稣会神父佩达拉哈斯生前300页日记，记录伊为1991年了后，伫国校任职的时阵性侵学生的过往。根据日记记录，教会高层知影这个行为竟然无通报，受害人数达到84个人，集中伫首都科加邦巴大宿学校，学生大部分是偏远地区散车人的囡仔。Prácticamente están involucradas prácticamente todas, ¿no? Y como institución tienen que asumir las consecuencias。这件听闻伫葡国引起真大议论，葡国检警随开始调查。总统阿尔斯透过办公室写批予教宗，要求开放玻利维亚境内牵涉到性侵的神职人员相关文件。议员办公室也陆续有接到拢总19件性侵指控。检方指出，愈来愈侪为全国各地的受害人出来控告。当地媒体报道，至少有170人受害，除了未成年儿童，也包括新的少年神职人员。Solo pido justicia, porque nunca más se repitan agresiones y hechos abominables contra seres indefensos。葡国检方嘛查出，抑阁有3个已故神父涉案，案情若亲像恁世球共款，愈练愈大粒。民众到教会发起抗议活动，甲为恶魔的图像搭伫教会壁顶，用喷漆写性侵犯的字。玻利维亚教会领袖二是发表声明，坦白承认教会无作为，等于承认对这个行为当作无款，除了向受害者回失的，也承诺会协助调查。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伫全世界卖出超过2亿张唱片，国际流行音乐乐坛的摇滚女王 Tina Turner 离世传出伫咧伊的厝内面，因为破病来过身，食到83岁。美国总统拜登也个前总统奥巴马拢发文甲哀悼，而且全世界音乐人也个歌迷拢替伊感觉真唔甘。像西共款的金头毛、大身的底裙、5寸关大鞋，伫舞台顶唱歌跳舞，这是蒂娜·托纳伫全球乐迷脑海中的印象。伊1939年伫美国田纳西州出世，1950年代尾期早高中就开始伫乐坛真有名。1960年，伊甲翁婿艾克托纳合作制造蓝调双人团，世界有名，创作《热恋中的傻瓜》《骄傲玛丽》这金曲。艾克托纳引导蒂娜·托纳音乐生活，毋过嘛，互伊忍受20年的家庭暴力甲毒品的折磨。1978年，这段婚姻才结束。1983年，蒂娜·托纳44岁，同年纪的表演者拢开始退流行时阵，伊发行头一张个人专辑《Private Dancer》私人舞者，伫美国销售超过500万张，全球累计销量保守估计超过1100万张。徛在乐坛大明星的行列。1985年，伊甲梅尔吉布逊所主演的电影《冲锋飞车队》续集，主题曲《阮无需要另外一个英雄》，又搁攻上畅销金曲榜。Just don't ask me, how do I do it? How do you look so great? And I've been singing and traveling and dancing for 35 years, so I think that my work has taken care of all of my aerobic classics. So that's the answer to that one, all right? 伫乐坛表演将近半世纪，蒂娜·托纳伫全球卖超过2亿张唱片，得到12座格莱美奖，也甲格莱美终身成就奖的肯定。1991年，甲艾克托纳同齐上 Rock and Roll 名人堂，搁伫2021年用伊家己名搁在日本。2013年，蒂娜甲陪伴27年的德国唱片制作人艾尔温巴哈结婚，搁放弃美国公民的身份，搬去瑞士定居。
不过尾啊，你若是癌症中风，也甲腰子衰竭这个健康问题受苦，巴哈为了救伊，佮捐一粒腰子互伊，猪脚单嘛，互人学了。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在咧荷兰有一个查甫人因为车祸半身不遂已经12年，最近接受瑞士一项实验室的治疗方法，伫大脑抑个龙骨在电击入去，用人工智慧解读大脑意图，搁再用电子信号传互龙骨负责行动的信号。即马伊已经会当徛、会当行，甚至会当爬楼梯咯。 40岁的男性奥斯卡姆。 伫瑞士接受神经外科这样上心医疗科技协助了后，经过大概40届训练，已經會當家己徛喺塞輔助器慢慢啊行，練習爬樓梯。Within 5 to 10 minutes, I could control my hips. Example, I'm training 10 years to stand up with a friend, having a beer, and that's something I think people don't realize. 奧斯卡姆幾年前接受電子微創刺激脊髓療法。 有恢復淡薄仔行動能力，也毋過進步慢慢啊變鈍，感覺思想和身軀之間，哪像一種奇怪距離。新技術可以會當用大腦思考來指揮行動。醫療團隊伫大腦和脊椎負責骹腿運動的所在，分別係電擊甲大腦信號挖過上內部位，傳送脊髓產生刺激，互伊行動更加流利。想要切掉還是調速，攏會使。奧斯卡姆講，以早是電流刺激控制我，今仔是我控制伊。 So between these two, there is communication, an electrical communication, a digital bridge that is then reactivated the legs. 解读大脑思想靠人工智慧，当患者想要震动身躯无共部位，伫大脑无共部位的灯就会拍开，安尼配对学习患者的想法，再传信号去运动部位。研究人员开几个月调整，互奥斯卡姆适应了，更较顺势。一年了，神经功能开始有连接修复的现象。 就算甲电击辅助切掉，嘛会当短暂拄拐啊行路。研究人员讲，最后目标是要改变更较细，方便随身使用，做好更较侪患者。研究结果已经刊伫2市的自然期刊。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译。 中度风台马瓦呢，二是经过着美国关岛，强风大雨致使当地有真侪所在拢失电。气象局表示讲，咱台湾这礼拜天气也未受到这风台马瓦影响，可能要等到后礼拜的拜1、2的时阵，才会较明确，也较可能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 强风甲铁片吹落去，结果击到停车场2台轿车。马华风台2时侵袭关岛，威力相当是4级飓风，整体风速达到每点钟230公里。这种的强风大水雨，互当地5.2万户，敢若1000户有电。总统拜登也宣布关岛进入紧急状态。 The president approved an emergency declaration for Guam. FEMA, Coast Guard, 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 and the National Guard. Mawar now leaving toward the northwest, still again with winds of 140 miles per hour. It is expected to go into another round of intensification. 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关岛可能会有几落天，甚至几落礼拜拢会断水断电。当地顶一届拄到类似的情况是伫1976年。若是马华对风台影响，为上新的气象预报来看，上关键的时间是伫29到30，也有可能要伫后礼拜发布海上风台警报。 周日、周一开始呢，马华台风会有往北转的这样的趋势，往北转的角度就决定了它接近我们台湾的这个距离呢，跟它的影响比较高的几率哦，是接近我们东部的外海之后，再朝着东北方向远离。北方的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势力没有办法在29号、30号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减弱，如果有的话，它往北的趋势就会比较明显。暴风圈啊。 对我们这个东南部还有巴士海峡的海面，可能会稍微有削到一点点海警的这个范围啦。专家也指出，29进前路线拢正稳定，往西北西方向移动，一定28下晡开始，因为外围环流瓦近会带动东北风，和线风这一面落雨。暗过东北的时间甲方向拢也有变数，也是爱持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风台嘛，话要话来，不过这个月月初呢，伫台中发生公安意外刑事发警案，因为检调还佫伫咧办案，现场拢爱保留证据，无去甲震动，所以这支吊柜还佫伫咧31楼顶悬。为了避免这风台造成意外，市政府已经要求建商就要加强固定吊柜。大电人来刑事发警案楼尾顶甲铁架加强固定。台中捷运这个月初站，互这个塔架吊手击着，造成一死10伤。现场配合台中地检署的调查，保全证据无拆除。即马强烈风台麻花挖紧，市政府25得到检方甲运安会同意，要求建商加强固定。特别经过检察官的许可跟运安会的同意，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来进行整个相关的加固工作。因应整个麻花台风的来到，那市政府也会要求各个工地对于其他的部分来做一些安全防护。做伙来的台中结构工天技术工会表示，吊手弯做3节，各互相相连，建议每一段吊手拢爱伫头尾所在有更数固定，避免强风吹会害。目前是用钢索去拉，因为钢索只承受拉力，不承受压力，所以会建议每个固定点至少要有2支钢索，彼此去拉在一起。那当然，这个是属于加固工程，并不是去把它拉紧，因为拉紧我们也担心它会破坏到现场。台中市路检处持续考察辖区内32位有塔架工地，结果17位无下规定，其中8位有危害路工义务下令停工，拢总罚222万，并要求限期改善。塔吊的钢索有局部的损坏。塔吊的吊钩没有设置防脱落的装置，开口防护不足，施工价没有符合规定，没有订定相关的安全作业程序。最主要还是这5点。台中市政府提醒业者，若做无经过路检机构允准就复工，会甲相关人员移送地检署，后续会面临相关的刑事责任。呼吁厂商甲施工单位唔通无守规定。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风采5字狂警案发生5届路边崩塌的公安意外，县长杨文科防质疑讲，伊对这建商放水，而且甲这建商呢有租金抑个政治现金的往来。针对这部分呢，县政府回应讲，杨文科竞选期间的政治现金是会当检视无对价关系。建案的地下5楼，敢若用钢板甲铁做挡土壁，无法度挡沙石含地下水一直流入来。虽然佫放一堆沙包要挡，但是水也是一直流入来地下室。民进党议员25公布这相片，强调防疫建设的风采5字狂建案已经发生5摆公安事件，敢是县府在放目？甚至支撑不住了，是用角铁在做支撑。甚至被地下水冲破了以后，它是用沙包在做支撑，整个建案下面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哦。它有没有乱搞？这个是可以去查证的。建筑的施工的计划，它都有它的建筑师、监造单位在控管的。对议员的质疑，防疫建设回应讲，拢有照计划在施工。议员嘛质疑讲，杨文科2当前在竞选的时阵，做防疫建设的交台中心做竞选总部，3个月租金大约是87万，但是伊嘛收防疫大约87万的政治现金，基本做免钱。竞选期间，他所有的政治现金都是依法来收受申报，而且是由公开资讯都可以查阅，是可以受到公平的，并没有外界所谓的对价关系。县府嘛强调讲，对建案县府拢是严格的监督，唔捌杀责任。即摆经要求建商全面停工负责任，一切拢依法来做，有啥物就办啥物。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确保这800基供电稳定，台电推动协和电厂改建，替4台乡因为改起2部乡加速基础，不过就爱填海造陆地起第4接收站，引起在地反弹。今下晡进行第5届宽屏专案小组会议，不过家人在地团体冲入去会议室阻碍，主席罗贝也宣布散会，另一个结果是。不好意思，先生还不能进来。开的会是外口，家人外无产行动小组成员决定要用枪的。虽然工作人员出来阻挡，也是行动小组冲入去宽屏专案小组的闭门会议中，向所有的宽屏委员发出心声。会议室敢若2个警员面对总入来抗议群众，无法处理。主席有宣布休困10分钟，要大家消气。不过抗议声不断，最后主席认为无法度继续开会，宣布散会。不要当违法还会！不要当违法还会！
下晡环保署进行业务电厂改建计划第5届专案小组审查。会前家人在地团体都有质疑，内电讲缩小面积屯海区刷动，未影响选河。不过调查点拢无咧屯海区，是咧骗人。他甚至是选择一些好像是说能够代表，但其实你仔细去探究，根本没办法代表。所以我觉得是恶意欺骗的社会大众。不过台电讲绝对拢有调查。生态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在填海区，我们也是不管是2.0、3.0，我们都做了密密麻麻的点。为着北东电网一直增加的用电需求，台电推动业务电厂改建，新增加2座燃气机组，抗议甲建议了后，缩小开发面积22%，屯海区刷动。台电讲有闪开选河区，对生态更较友善，不过反对的民众无接受。第5届专案小组会议犹原无法度过关，环保署讲会赶紧安排时间再审。记者综合报道。商务航空这个月初6，因为天气调度的问题，造成2个航班有300外旅客留伫咧日本的成田机场过暝。虽然商务航空决定讲全部要退票来补偿旅客，不过也有一个机组员超时工作问题。桃园市劳检处是证实讲已经完成劳检，也发现这机组员迄天上班超过14点钟，俗济会当罚到100万。商务航空5月初6伫日本成田机场，因为调度甲天气等等的关系，至少有2个航班300外旅客调伫机场。当署长张国伟紧急搭透早的飞行机赶去现场处理，而且甲 A35型客机驶转来。不过，桃园市府顶日仔做劳动检查的时阵，发现讲有10外个机组人员严重超时，若违反劳基法，嘛影响飞安。过劳驾驶形同酒驾，那其实状况类似啊。如果空服员或机师的过劳程度累积到一个程度，他的专注力下降的话，那的确对飞安当然会有影响。劳检处表示，劳基法有1日的工时上济12点钟的限制。经过调查，商务航空5月初6 JX802、803的机组人员，迄天的工时超过14点钟，会当业者回应说明。查证若是事实，上当会罚100万。初步判定是有违反劳基法，后续会函请陈述意见。对，那有可能裁罚的金额会是就是2万到100万之间。若张国伟本人透暝赶过，搁驶飞行机转来，敢有违反飞安的规定？民航局表示，也会查证敢是有疲劳的风险，因为照规定，机师飞行进前爱休困10点钟。也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呼吁各航空公司，机组人员一天来回同价的航班，本来就有较大超时的风险，应该要让机组人员伫当地住眠，让因好好休困，才会当确保飞安甲服务的品质。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振兴经济，台中市推出补条款，今日开始施行。市政府表示讲，头一批发放15万份，民众用100块现金，就当换到200块的补条款。不过，这补条款使用时间真短，干那到这个礼拜尔，要让第2批按算6月底再发。伫市场的入口排队是排到落长，民众准备要来换补条款。原来只要用100块，就会当放大一倍价值。有不少民众换到了后，都直接伫市场内底买物件，等于是这商品拢拍对折。很划算啊，等于我花了100块而已啊，就这么多。嘿，我是觉得用一张而已，蛮值得的。来这里玩一玩，还可以买到这么多东西，也蛮好的。民众摕补条款现换现买，换来生理是下叫，单位头前人嘛是叉。在店头为了救生理，嘛增加优惠，人丁毛比平常时啊加3-4成。从高单价的先买，因为他认为比较划算的，他最后都会抽500，然后今天很多东西都卖光了。民众来买，会带动其他买别种物件，所以讲对整个市场上少应该有2成的提升啊，就对。通货膨胀指数物价大起，嘛互民众生活压力较大。为了振兴经济，台中市伫中央派发6000块现金了后，推出振兴经济政策，补条款分做5月甲6月2个阶段来发。只要伫台中的夜市啊、传统市场、甲商圈等70个特定的地点，都会当使用。不过每一个阶段有限额，是15万份。希望透过补助一半的一个方式把现金放大，让民众能够支持庶民经济，进而带动市场商圈夜市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消费。台中市经发局表示，市府编3000万的预算。针对民众上届接触的庶民经济来放大，后续还会推出品牌经济，还有购物节等等的活动。
希望当带动台中市整体经济。记者综合报道。军公告每年有机会调关薪水，这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今表示，军公告员工财务审计委员会已经开会，针对着这经济指标财政状况做评估有真大共识，建议行政院就要调整军公告薪水。劳动团体是正面来看待这件代志，也希望讲政府来带头，民间企业也会对你加薪水。中国对台威胁不断，国军保卫国家上界辛苦。另外，防疫期间，真侪所在嘛会当看到军公告人员的形影，维持国家正常运作。因为看到军公告的付出，拜四的行政院会嘛有讨论明年军公告调薪水的部分，政府已经有真大共识。我们各军公教对我们社会疫情的这个贡献跟帮助哈，所以就是议会的委员呐。共识度还蛮高的，就建议能够适度的调整。对于这个公务员的调薪的部分，其实是一直是正面的看待，那还在进行相关的研议讨论中。军公告明年加薪水真有希望，行政院人事总处表示，军公告员工台股审计委员会已经针对各项经济指标、政府财政状况做审计，建议行政院明年通合理调悬薪水。进前财政部嘛捌讲，政府的财政应该通支应三拍的调薪。针对这个部分，劳动团体是正面看待，嘛进一步呼吁政府甲弱势劳工有关系的基本工资，今年嘛应该继续调悬。今年是蔡总统的最后一冬嘛，最后一届调整基本工资嘛更加调整更加悬一线对未来台湾的整体的劳动条件来讲，嘛是好的代志。劳工电线表示，军公告若带头调薪，企业嘛应该好好思考，对咧替劳工加薪水。亲像即马世界欠工，政府应该鼓励企业提高劳工的薪水才对。刷电脑要开放更较侪外籍移工来台湾，因强调劳工薪水价情形爱改善，才有可能改变劳动环境。政府嘛应该落实上加工资法立法，实现蔡总统的政见。记者陈亚文真准由台北采访报道。高雄正义路是代替正义车头的主通行要道，不过这个人行道却互路顶占用区阻碍着空间。高雄市养工处去年开始呢，把这人行道分段改建，不过有网友发现讲，有一段路这路顶的基座设伫咧红线外口，而且伫咧车路顶头，这款的设计有较奇怪。路顶的基座就出现伫车道，而且离公车站是无到10公尺。高雄的正义路是代替正义车站头前通行主要的道路，但是网友讲，挖161项，离路顶无远的所在都是公车站，佫超出红线规划有问题。你要闪那个红线外的话，你的那个距离还要抓更外面啊，那你后面的车子又会影响到啊，这个是连续的啊。相对连续的，这个是一个危险的位置，我就应该再拆进来一点，不要就是占到了机车道的位置。来看对面还未改起的人行道，路顶是放伫人行道的边啊，去挡着通行的空间。高雄市养工处在去年中开始就分段在做改善工程，但是起了路顶煞变做挖车道的中，互公车是真歹停，嘛互汽机车爱闪车较危险。养工处讲到时会加画路面边线来解决问题。会在路边加绘路边线，区隔行车方向，提醒用路人注意。有关公车停靠位于内侧的问题，应该是属于路边停车位置共用，所以并不影响公车进出。第一阶段已经完工的人行道，一寡路顶嘛拢放伫红线顶悬，前后阁画汽车的停车架，就是要互路顶家己一支伫遐看起来足奇怪。养工处强调讲，这个规划是要互人行道会当留超过2.5公尺的通行跨度，公车站嘛会照相关的规范来施工，袂去影响到。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全台湾失智症人口大概有32万人。台湾失智症协会发现讲，这几年来，这失智症患者有大大少年化趋势。呼吁社会大众，虽然这失智症大多医学好势，不过透过量早发现、量早治疗，就会当控制病情。失智
地症患者甲家属，在咧台顶参张记者的资深艺人斗阵唱老歌。台湾失智症协会表示，虽然失智症通透过药物改善状况，但是厝内人的理解甲支持是更加爱看重，而且透过适量怀念过去的记忆，对病情也有帮助。短期的记忆会比较差，长期记忆其实很多都是好的。透过这个怀旧，我们可以让老人家可以说话，可以活动。家人不了解这个失智者已经有困难了，有问题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比失智者没有病识感还要再严重。我们仍然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作息各方面。台湾失智症协会理事长齐文俊也是病院的医师，伊为这几年的门诊经验发现讲，得到失智症的患者有豆豆少年化的趋势。65岁以下的少年型失智症，大概占门诊人数的1成。伊拄过上少年的是38岁的患者。他们40、50岁的时候，可能孩子都还要小，所以这个失智者的配偶照顾失智者要负责这个孩子的教养问题，然后他也要负责经济，他的条件其实跟老年型失智症是差别非常大的。协会呼吁大众爱关注少年型失智症患者，也强调失智症上好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若是会使早期发现，用早规划药物治疗、生活计划、甲社会参与，对控制病情是真有帮助。记者郭文定随台北报道。嘉义县65岁以上的时代占2成外是超过龄的县市，其中绿草比例占上悬。今后有公益团体利用旧校舍空间成立食物银行，希望会当来照顾这寡需要帮助的老大人。食物银行的工作人员无用咧整理物资，外口嘛当咧施工做工坊。东华前会校的嘉义绿草乡碧潭国小，今后有公益团体来这成立食物银行。110年的8月开始会校小孩子很少了，所以讲我们这个学校社区跟大家一起把这个学校活化起来。啦，照顾这百姓，大家拢做好，这老大人。无像着讲倒来遮，够老人会当服务，甲阮服务，我足欢喜的呢。佮阮遮服务人员大家足好的哦。负责管理碧潭国小下潭国小讲，食物银行的成立，唔但照顾在地时代，嘛互这个空间增加再利用的机会。食物银行呢跟我们接洽，他希望可以用碧潭国小的教室来做一些他们堆放食物银行里面的物资，那我们非常的乐观其成，因为这样子更加活化我们的碧潭国小。嘉义县绿草乡的老人人口比例是28.27%，边仔一地乡嘛有28.22%，拢是嘉义县当中真侪老人的乡镇。台湾活力老化推展协会希望为这个基地出发，要来照顾嘉义县老古老，要是翁某拢侪岁的老时代。看到真的很多的长者在营养上面跟食物上面确实是缺乏的，所以我们就协力了很多来自台北还有高雄很多的这个食物银行的伙伴们，在推一个概念叫社区共老。怎么样让社区的长者还有社区的民众大家一起来守护老人？民间团体找资源成立食物银行，会当互碧潭国小这个所在增加服务老人的机会。社区嘛希望会当引进更较侪资源，活化这个国小，照顾附近乡镇的老大人。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所以观众朋友来看明仔载天气。嘉南到新竹对23度到32度。苗栗到云林对23度到31度，嘉义到屏东对23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0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2度到30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